舊約民數記第1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2年2月初1日，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會幕中曉諭摩西說：你要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從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亞倫要照他們的軍隊數點，每支派中必有一人作本支派的族長，幫助你們。他們的名字屬流便的，有示調利的兒子以利宿；屬西緬的，有蘇利沙代的兒子示路免；屬猶大的，有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；屬以薩迦的，有蘇亞的兒子拿坦業；屬西布倫的，有希倫的兒子以利亞；約瑟子孫屬以法蓮的，有亞米弗的兒子以利沙瑪；屬瑪拿西的，有比大叔的兒子加瑪列；屬便雅憫的，有基多利的兒子亞比但；屬但的，有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爾謝；屬亞設的，有俄蘭的兒子帕結；屬加得的，有調利的兒子以利亞撒；屬拿弗他利的，有以南的兒子亞希拉。這都是從會中選召的，各作本支派的首領，都是以色列軍中的統領。於是摩西、亞倫帶着這些按名指定的人，當2月初1日召聚全會眾，會眾就照他們的家族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的都述說自己的家譜。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，他就怎樣在西乃的曠野數點他們。以色列的長子流便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丁，共有46,500名。西緬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丁，共有59,300名。加得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45,650名。猶大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74,600名。以薩迦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54,400名。西布倫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57,400名。約瑟子孫屬以法蓮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40,500名。瑪拿西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32,200名。便雅憫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35,400名。但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62,700名。亞設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41,500名。拿弗他利子孫的後代，照着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，從20歲以外，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53,400名。這些就是被數點的，是摩西、亞倫和以色列中12個首領所數點的。這12個人各作各宗族的代表。這樣，凡以色列人中被數的，照着宗族，從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數的，共有60,03,550名。利未人卻沒有按着支派數在其中，因為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唯獨利未支派你不可數點，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計算他們的總數。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櫃的帳幕和其中的器具，並屬乎帳幕的，他們要抬帳幕和其中的器具，並要辦理帳幕的事，在帳幕的四圍安營。帳幕將往前行的時候，利未人要拆卸；將支搭的時候，利未人要豎起。近前來的外人必被治死。以色列人支搭帳棚，要照他們的軍隊，各歸本役，各歸本旅。但利未人要在法櫃帳幕的四圍安營。
免得憤怒臨到以色列會中。利未人並要謹守法櫃的帳幕。以色列人就這樣行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，他們就照樣行了。